就花了那个钱，回到学校没有钱交学费，是也会造成我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扰。所以那时候在70到71年的时候，我就想有一个第三次学院的同学，也是我一起长大的王永基传道士，现在的传道士，他就这样说，他在新竹县，他第三次学院有很多可以打工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边工作。我听到的时候，那我转到那边去，然后我转到那个地方，跟三师学院、新竹升学学也没有两样，只是差没有多少钱，1个小时80块。但是我在新竹升学是1个小时60块，1省是80块。因为这个钱让我转到三师学院读书，回到三师学院读书的71年，仅仅的2年的时间。我也说到这个经济的压力，我就想说，为什么读书那么辛苦？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些的道路？又那么辛苦，我就离开。那我就半休息1年，休息1年当中，我就在台中工作。那时候我在台中，心非常的单纯，就跟外面的人生活在一起。只是那时候有一次就是。因为在学校很单纯，做社会很容易受到外面的诱惑，甚至他们知道你不会喝酒，知道你不会抽烟，他就秘密的故意给你香烟。是因为这样软弱下来，跟他们学会喝酒，因为从来没有喝过酒，酒量就很差，就会酒醉。所以我哥哥在隔壁工厂就听到说你弟弟在旁边酒醉就过来，他就哭的看着我，弟弟啊，你还是要进读神学院，你再继续做社会，我看你的生活会越来越更糟糕。所以我从我哥哥的身上里面看到他很想要帮助我，很想在经济上来帮助，但是我看见他有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就在重新思考。的确，我还是回到圣灵面前是比较好、比较安稳。只是我回到因为1年的时间搬出去，回到第3神学又在读书，我就开始不习惯学生的生活，我就开始习惯我自己。为什么读书又那么辛苦？上帝，你要呼召我，为什么让我读书那么辛苦？后来我那时候回到学校复习第2次的时候。下学期1学期我半学期之后就开始决定我不要读书，我就那个半学期当中，我就在神的面前，我跟上帝讨价还价。上帝啊，你既然应该要让我在做装备，应该是我快乐的读书，能够在学习，也应该是在经济上的压力，应该我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我就是在心里面就离开3神学院。我就在心里面跟自己说，从今以后我不要踏进一步进到第3神学院读书。那时候就离开。我离开当中，我就是10年之后，已经在10年当中也开始在学习结了婚，开始结了婚，有2个孩子。在台中也开始，因为我要离开3神学院，第一个计划，我要做社会。我必须要学5技至少，我才能够在社会上生存。我那时候这样的一个体制，所以我到台中我就开始写木器行的工作，因为我对家具很有兴趣，我对画画也是很有，因为我对画画很有兴趣，所以我对家具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这样做木器行，要怎么样做？以后我再来制作一个做家具的这个行业。可以帮助我们当地的人，那时候我就决定做家具的工作。之后，我的师母，因为我师母是因为家庭背景跟我一样，所以我让他会因为他母亲的关系，也不让他读书，也没有进读书。因为我跟这个师母是已经认识在13神学，她是我的学妹。那时候我在外面听到她不读书，然后学费。我又帮他付了1学期的学费，但是并没有对他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正好他妈妈生病之后叫他不要读书了，所
所以那时候他简直就到台中惠能学校读书工作，跟他的子女在台中大雅惠能学校在那边跟他的子女在那边做照顾。是因为这样，上帝是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跟师母结合，让我们能够可以在这里能够并没有离开上帝。那在结婚之后，在台中几乎了10年的这10年当中，因为父母亲年纪大，90多岁，92岁，然后82年，我们就离开台中。我们整整在台中6年的时间回到兰屿。回到兰屿之后，发现兰屿红头教会没有牧者，后来他们达悟聚会的牧师们，他们就来找我。从嘉山，因为那时候我回到了82年，回到了兰屿之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港岛教会的长老。他们就跟我讲说，从长老他们能不能愿意你让你到红头教会做传道的工作？那时候我对做传道的工作我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我那种服侍的工作是一点点，里面的灯亮一点点，没有那么大的热，我能够在做长老做这个工作。只是我想到，一直聚会，一直让我参加这个，一直让我去红头教会做牧会的工作，只是我在拒绝，我在拒绝当中，我一直在思考，是不是上帝要我去做这样的工作？我就一个观念，只要红头教会所有的会友能够愿意接纳我，那我愿意过去，那我就跟孩子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告诉他们，因为我在那边牧会之后，他们也放风声，1个月只能支付5000块的献礼费，但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跟我的师母。不因为这5000块，1个月5000块的献礼，我们就不要去，我们还是要祷告。上帝的祝福比5000块还要更多，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把这样的信息跟孩子们一起分享，跟他们祷告。后来最后又到红头教会，愿意接纳我成为他们的主动传道之后，我进到这个教会。我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第一个看见就是建筑已经铁皮屋烂了，非常已经烂掉了。然后我进到那个地方，第一个工作就是听到他们说，我们期待这个教会要修缮，但是没有人来带我们来做修缮的工作。后来我在修缮的当中，我们也开始去调查，到底我们红头社区有多少人的会友，因为没有进到红头教会，没有留下任何会员的一些资料，我又重新开始。因为这样重新开始，每次家庭礼拜都要去拜访他们，甚至为了要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我也必须要带一些食物，必须要带一些礼物进到那个家庭礼拜的那个组，让我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他主要是让我更认识他们，也让他们认识我，让我们更多的机会在神面前互相的交通。之后我们修缮之后呢，红头教会我们就开始跟他们讲，就说这个教会我们不能一直在修缮这个教会，你在修缮也没有用的，因为这个墙壁都裂掉，我们经过我们的修缮之后，水泥就补上去，所以看不到。但是我跟他们讲说，这个水泥再过几年就要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必须要预备我们建堂基金。民国在1998年就开始追一个开始预备我们的建堂基金。到在准备当中，为了因为以前的我的电表是100亿的电表，我们考虑220的电表，我就跟他们讲说，把这个电表要可以220。我们要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第一个注册那个电表，万一我们教会要打掉的时候，在打掉当中，这个电表仍然在这里继续使用。是因为这样，然后就在做的时候发现，红头教会630号的这个地段没有这个号码，这个红头教会这个地号在别人的名下。哇，那时候我们就因为630跟622的
那个地号已经做新变更的这一个地号，所以在别人以下。但是因为这样，让我能够在又重新的找一些代数，甚至找台东的更生教会的刘世聪牧师有没有认识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代书，是因为这样让我们红土教会能够把这个地号回归到红土教会，回归到我们长老教会属下的财产。所以到2014年我们就开始建造这个教会。那因为我这样的投入，然后为什么让我有大的力量能够进到来做服侍的工作？因为我在台中因为在不但做木器的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说我要赚更快一点，我就要做电焊。因为我在台北地下铁路在北门这个圆环那边，我已经住过那个地方2年的时间做电焊，所以每次在北门那个圆环那个地方，我都就是在那个那时候民国73年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经历到有一个地震，很多的他们在上面，在地震的时候，我们人在下面。还有的在地震当中要有人上去，我们跟他讲说，你不能上去，你上去你会掉下来，甚至会掉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落到这里。这是我在社会上经历到上帝的眷顾。第二次我回到台中这里工作，做一些函处理的工作、大师的工作。那个时候也是到75年，在那边做大师的工作。在大师当中，因为我在建筑公司被聘用，是一个被信任的，我就在那边工作。在工作当中，因为在窗户打那个太大了，所以打石头打的，我那里有一块水泥被弄过的掉到1楼，我就知道是1楼里面很多些我爸上在那边在扫地做清洁工，石头快掉了，水泥快掉下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有没有人在下面。我一看的时候，一个我爸过去，一个发电机在那边一直在发大声，我在2楼很大声的，当时开很感谢神，因为那边很多的夹子，很多的硬架，那个水泥块慢慢的掉下去，我一直看着我来几秒钟之后，我那完了，我就没办法在这里，我可能要准备要做了，没有钱赔偿这个，我马上怎么办？我就退过去不用看，我就不用看，过几秒钟我才看，可能石头差不多，那水泥块也差不多掉到地上，我一看的时候很感谢神，人走过去之后，在石头刚好那水泥块掉在那背后里面，这样的距离40公分的距离，我说不是上帝，然后这个人还好这个妇女没有被打到。那时候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我顶多再做2年的时间做函处理的工作，因为我做承包的工作，我就计划我这个工作不能做长久的工作，是危险的工作。然后过几个月之后，我就到大理去看工地，一大早8点以前我要到工地去看，去估价那个他们喷的那个油漆大概要几公要多少钱，我去估价这些，我就到4楼去。到4楼的时候，我就到，因为他们放的那个盘子那个木板没有放好，然后也没有注意看，我刚好要走出去，看到那个木板整个放下来，就到洗衣间。第一个感觉，我只要抓住这个顶架，我就可以保命。因为我在抓住时候就很像上帝很主理，坚固保守救我，很简单的上帝要救我。在喊当中，我就马上我的意识木板旁边把它先弄下来，弄下来之后，我的手很酸了，又掉到地上。掉到地上的时候，掉到3楼，刚好一个顶架，我的脚就碰到顶架，所以碰到的时候就握住。因为握住还酸了，然后又因为下来的重力飞又很重，人很重，所以就下来，就这样变成翻跟斗。
要到1楼的，要到1楼半的时候，我就醒过来，感谢上帝实在保守，我只有早上没有任何严重的一个这样的没有受到伤，我只有早上，他说我就去，回到师母那边，我就跟他讲这个信息，他说你就不要做了。从那个时候我就体验上帝的眷顾，要不是上帝的眷顾，我的命就没有了。我经历过这样死亡的阴影，所以我就应用这个《申命记》的第11章12节里面，他说：“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出生一直到年终。”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一出生，上帝就命定你是上帝所保守的。所以我们会在出生当中经历到很多的苦难，但是虽然我们经历到很多的苦难，但是上帝仍然的眷顾，因为他已经命定你是属于他的。我们要看在这个下面，我才发现，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在思考，我们阿美族的都是住在台东花莲吗？怎么那么多的我们阿美族的同胞在台北？我就会看见，我就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就是说从耶和华你上帝的原目使长看顾那地。其实这块土地早就给你预备好，让你们在这个地方。很感谢神，要不是我们回到认识上帝，我们不会经历到上帝。我相信你们来到这个都市里面，你们会经历到好多的苦难，甚至我们的孩子们也经历到被歧视的那种感觉。所以但是我不因为我们被人家歧视，人家看不起，在都市里面，甚至你们可能也在这里，也别人在把你们这刻板印象是把你们在山上的我们自己主人的那种对我们的印象是那样的。可能你们会在这里有所他的，很感谢神，上帝仍然来见到我们，仍然保守我们回到神面前来说到保护。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妇女，因为耶稣要进到一个城里面，叫拿以那个地方，他就这些门徒们跟这些会众要跟随耶稣来到一个城里面，他们就看见还死人的那些人，上帝，然后他们这些人，他们也看见很多的人跟着的还死人的这些人，然后这个人的母亲是个寡妇，耶稣看见这个寡妇的人，他就怜悯他，跟他讲说不要哭，这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的一个安慰。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就安慰我一句话，我们就是来安慰不要哭。我们有多少的在都市里面的哭泣，甚至我们从山上过来有多少的哭泣。我在台中工作，我在蓝旗之家负责很多我们南语的年轻人来到台中，甚至年轻人没办法来到台中就来找我做临时工，甚至鼓励他们能够可以到外能够暂时在我这里工作，打出一个工作，鼓励他们去找很适合他们的工作。其实他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被老板剥削，甚至留不到钱。这是我们原住民在都市里面的哭泣。我们还有很多的哭泣，因为我们山上有主人回到都市里面，没办法适应这个环境，没办法更加竞争，也成为他的哭泣。很多的学生来台湾读书，因为他在家里没有钱读书，甚至父母亲没有在身边来照顾这个孩子，甚至这个孩子跟着在社会上就流浪，作为一个流浪的孩子，这个7-11，这个卡拉 OK 也成为他们的家，每个礼拜6、礼拜天成为他们的家，谁要关心他们？只有回到信仰，只有在教会里面去关心这些人。所以，上帝的安慰在哪里？在教会的安慰。那我们能不能接纳这些人？可能这些人跟外面的孩子更不一样，可能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这些人
更需要更多的安慰，更需要的鼓励，更需要的帮助，让他们在神面前，要让他们体会神来监督这些孩子。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经历到他的苦难的时候，上帝是最大的一个安慰者。耶稣也不是这样，一个寡妇，身为是寡妇的一个安慰者，所以耶稣他亲近。耶稣不单只是一个安慰这个寡妇，反而用行动的往前去把这些死人抬康呢，就往前让这些抬死的这些人就挺住，就告诉这个少年人说：“少年人，你起来吧。”这个少年人，耶稣一句话，耶稣吩咐这个少年人起来。我们知道，耶稣的一句话非常有能力，是一个死人可以站起来，甚至这个死人他就说话了。在我们达悟人的文化里面，人死了以后，他就是跟我们生活就完全有区隔，完全他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人。我们称他是魔鬼，他不是我们。我们就说你就回去，你就过你灵界的生活，你不要再回来。教会让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就好。只是我们在我们达悟里面送葬的时候，不是在这里是所有部落里面的人，所有的人来去协助这个寡妇去送葬，去送这个死人在端午。但是我们兰屿的文化不是这样，只有他的家属去送，跟他没有关系的不能参加。但是男孩子呢，他只有如果男孩子他父子去送葬，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很多的还好，他们一起分担去送葬。但是家里面一个人他怎么办？那么大的那么重的人要怎么抬一个人去送葬？这是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在一山神学院也做一个我的论文，我就是说达悟传统，达悟的丧礼传统以教会反省来去看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这些这样送葬的人？这个死亡在达悟的社会里面非常的禁忌，甚至我写这一篇论文也是大家都不愿意让我分享，我的家人也不愿意让我在他的家在去谈这个丧礼。一提到这个丧礼是一个禁忌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二哥，因为他知道我是要写这一篇论文，没有人帮助，他就愿意。他是他的迷信是最大，在家里是最排斥的，不能有那个禁忌是最大的一个禁忌是很多事情不能做，不是禁忌。他说妈还给我，但是因为我为了帮助我，他就愿意来分享丧礼怎么样做，丧礼是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去处理。因为他来帮助我，是他能够很顺利来把这个论文写出来。然后从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关心这样丧礼？后来今天真的感谢上帝，我们开始教会开始渐渐的回到商家这个在大家附近这个安慰的工作。进一步的工作，教会开始突破了，用我们长老教会的丧礼到他的教会告别一半，甚至一直在渐渐的其他的同工也跟着做一个用长老教会的仪式，甚至很虔诚的基督徒、很虔诚的长老，他们愿意请牧师到他的教会的丧礼，但是牧师要进到这个丧礼也是他的目的。你从你的家到商家，你可以进去，但是你走不去。怎么说呢？我们走不去的原因就是你到商家不能经过别人的，是禁忌。等于就说你把商家的不吉利的事情、安葬的东西带到别人家去，说你不能经过别人，只能经过这个捷径，要不然人家追过不是。成为一个牧师，就是用达悟传统的仪式来做一个祈福呢。我们就是要反省，还是要到信仰里面去安慰他们，来做一个捷径。我们不用对死亡不要怕，死亡是上帝成全的，死亡是人是最后的